爱上飞，哎呦，重赏鼓励，客家甜心朱海军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小王子吴永斌。哎呦，哎呦，讲顺口了哦，没错。平常时都喺俺哋啲表演俾大家看呐，吼。哦，没想到一个味清好，一个主持人清好，清犹太俺人，我俺人做得错嘅第一片看大家来表演，人匹配得好才艺啊！所以吼，切切要感谢啦，吼，帮俺哋一个舞台，帮俺亮啥可以来服务大家啦。冇唔错，客家天使队啦，本来你亮啥啦吼，列只机会看表演。又做得拿奖金，你主持不单单主持，你来学才艺，来两片学才艺啊！咁也是要才艺，我可以来哦。係啊，他一种啊就做吴永斌的特辑，好就老给别人才艺，你一组你就体验便宜表现出来，啊我会给分。哦，用奖金的部分，我收。好，做得哈，做得。本来他搞一些些就好了。做得2000，嘿，好，感谢评审欣赏的啦。好啦，介绍你嘅评审欣赏，用心中欣赏，郑中伟欣赏，廖秋玲欣赏。哎呦，有你嘅专业的评审老师，还有莫过于你嘅小康欣赏。哎呦，重赏鼓励哈。那个还要吗？要啦。他自己都会 Q 自己啊，你不相信？大家听看看。好了，算了，我们再来。冇啦，辛苦你啦哈。其迄你个乡亲土路费个灵魂乐手，马上来进行俺们的表演了哦。观众朋友，俺们看下来看海族的表演。参赛者表演体由评审判分数，3位评审每个人各有50点呢，每10点呢代表奖金100万元，系讲得到满分50点，就做得到奖金2000元哦。呀！拍手。接下来为各位表演的是左右开弓。谢谢。呀！谢谢。呀！谢谢。
呀！哎呦，这条线会这么高呢？走零线，躺零线。哎呦，呀！哎呦，按开掌哦。呀！重伤不离，哎呦，重伤不离，你个庞先生。哎，分享来到中间，彭太哥。我見本意當歡喜來參加咱嘅鄉親討論會嘅呢個活動。哎呦，想講起我哋真講法啊，嗬，以為我哋真專業叫，我盡下都我哋講法嘅數目。差唔多3分鐘就。3分鐘啊！哦，我可以做一個大粒嘅做得盡3分鐘，差唔多。細粒嘅咧？細粒嘅追求嘅嗬，追求狂用乜打啦，因為打上來接下來嗬，差唔多4分鐘。哎，龐先生，你頭前按用拋接哈，要需要那個丹田的力量。我想要請問一下，哪個樹唔會痛哦？唔會啦，一直在上面轉呢。拜託，你嘅聲音咧嗬唔好學啦。聲音咧唔好學啊，我做得冇，我聲音咧。請問你叫誰？你嗬特別的技術。這個剛剛練聲音呢，不要輕易的模仿。到來你個龐先生哦，今日同分析來到兩位啦吼。後背啊嗬，還有800人眾係咪？我哋留來下一陣一嚟表演，好冇？咁我哋今日看下個呢龐先生啊，今日可以得到一道分呢，請看分。请看分。哎，是不？哎呦，15分。哎，等我一下哦，請講哈，唔是口水啊。對。哎呦，恭喜你個龐先生得到2000票，紅包獎金。接下來，我哋看下一組表演。大家好，今日愛你來大嘴鼓。5月客家莊有個特別嘅活動，你哋係乜嘅嘛？我當然知呀，跟你講看看。童話機呀，童話唔講風吹雨打，有土地出有記，出場按照客家人硬頸嘅精神。童話一開客家莊滿山拍謝謝。拍嘅法很正啊！哎，跟有參加童話嘅活動嘛？有啊，學校有參加童話音樂比賽。跟你讓來談談。好啊！拍誰拍法，點唱寫法，帶到高山當，人很記系統法，讓輩看到鬼片有通法，山當開到山腳下，5月天使們為人，讓輩滿天黑寫法啦，黑寫法。特別看到童話開出場，看到落雪強融。係啊，唔是出街，就做得看到童話落雪。上幾頭前有5個人。阿妹，你很強啊，一體三頭。嘅應用其他國家嘅人來看童話。了不起台灣之光。講到童話機出現到台灣。啊，
俺要来台湾嘅观光人就会越来越多嘞。给客家种出名扬四海咯，名声就会越来越好嘞。讲到了，我想到艺术同游看童话，你会唱吗？会呀，给你唱来听听。好啊。油桐花嘿客家花，啪啪开到满树花。悠悠春风吹过来，片片花落秋窗落雪啦。讲到了，哎，你说说来，准备准备。做嘛该准备呢？打扮讲讲啊。做嘛该打扮讲讲呢？欢迎您下来看童话。哦，给你家家来去打扮打扮。童话是客家情，爱客家，爱童话，人人出爱看童话。什么大家？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俺子些将来了。哇！感谢你。啊，这个不用了，是不是好像凤梨酥一样，是不是？哎，安永董琼为了10万块的客家版本，马给啊，为了4万元，系啊，俺能今明日养为了2000元。阿妹，今本日有人来听我说神啊！哎呦，慢带到点啊2000元，慢点按手呀。2000元，冇来啦哈！哎呦，双人嘅搭嘴鼓，哎，双人的打嘴鼓呢很好看，你看，这是母女档，你看我们2个冤家档，你真给那母女档的嘛？真给呢，跟寂寞样的咯。姐妹档吧？来来，姐妹，我们站前面一点，哎呀这样比较漂亮。这边有苹果肌哈。有。哎呀，金不义为什么会想要用这样的组合，暗用给组合？噶叫人母阿妹了。哎呀，哦，阿妹。哎，你是想讲用客家语言来讲俩打嘴鼓，较亲切。冇嘢晓得讲喊冇？会啦。本身就会讲系嘛。妈妈就会以身作则，刚刚的母语，刚刚的客家话，继续咧传承下，伊安尼发扬光大。因为今讲吼，今日细人的创意按细人有冇？会讲客家话的真紧。数字条算来算去，拢算得出来。没错，所以讲阿妹亲为太啦，吼。爱用个默契，爱同好呢。系啊，像安尼条都冇默契。就冇默契，系嘛？继续练习，好啦，今日来看安尼个评审欣赏，本安尼个表演，了做个表演吼，伊度个分数咧。请给分。分数。再来！哎呦！恭喜安尼个15分。哎呦，15分，哎呦，15分就是我们的满额奖金呐。对，满额奖金意思就系你250拿出来。系啦，哎呀，你赢个250啦。来，恭喜那个母女档得到我们那个2000Q 的红包。哎呀，2000元系妈妈数量还不满的呀？不满的。哎呀，周上姑娘，今日阿豪的把讲安尼，上下来继续看海族的表演。
赏鼓励，来，啊，你这个要一直绑着啊！我不你总得拿下来黑嘛。你洗澡都不用拿下来啊？啊，你吃饭的时候就给他这样子放着黑嘛。好了，不要乱叫，我没搞啊，哈。哎，好啦，啊用三米来，我们进去一点。小公哈嘛，晓得哈？会讲吗？哎，老安尼天使给安尼乡亲朋友，还有安尼现场的观众朋友问候一下。哎呦，系。大家好，我是刘邦志，我今年10岁，读好到4年级，我大家是爵士鼓，爵士鼓手啊！哦，重赏鼓励他，爵士鼓手，哎，那个弟弟黑嘛？呢？你，哎呦，有枪嘞！你是兄弟啊？大家好，我是刘伟成，我个9岁，你打乜嘅鼓？非洲鼓，是我给说一下。来，很多乜嘅名？大家好，我是杨万鹏，我今年9岁，读好到3年级。啊，你有冇想留呢？系啊，你乜那边来？冇啦，这个杨弟弟是他的同学，也同学啦。哦，他的同学，哦，你的学弟。对。好，啊，你上啥用？我想讲组一个团呢。就是因为一开始是我在学鼓，是，然后后来弟弟他们看到弟弟一开始是弟弟，他觉得很帅，然后就跟着我一起学，然后后来因为万鹏嘛是威城的，就是朋友同学，嘿啊，对，然后他后来万鹏也看到弟弟打得很帅，也去学。哦，啊，你偏心，你为什么那么多鼓啊？人家只有1颗。啊，他也只有1颗。想说他不叫会拿奖金呐，对不对？你家里都表演呐，啊，这个挺厉害啦。你刚刚没有注意，他打那个爵士鼓不是一般小朋友会打的，他还会反手。唐贡记迄街头艺人，佢有在表演呢。系哦。你唔知系嘛？我来唱教他评审先生。冇错。哦，那其实我惊心动魄哎，我都想要请你去表演了，当我的鼓手啊。哦，那经纪人洽询我。哎呀，哎，而且我觉得小朋友要打得这么开心哦，真的是自己很有兴趣才能学到这么好。对啊，如果一直逼他，他可能他就打得很不心甘不情愿的。但是哇，刚刚好有自信哦，在台上在试音的时候就跟我抛媚眼了。你是说哪一个？那个打爵士鼓的？你是说对刘小弟嘿？没有。哎，这是男生的角度看男孩子打鼓，其实就是一个帅气，是不是？对。我想要知道，如果是漂亮的女孩的看法呢？心痛先生。真嘅冇简单吼，呀，现在看见呀团体打鼓迄个实在去享受，我感觉到迄个体风吼，像迄个节奏该强。轻重音啊打得非常的厉害，是，对，实在冇简单啊！希望见到体风做得肯定了就表演哦，厉害，懂厉害。冇错，哎呦，中上鼓躺起来吼，颇受好评，评价不错，分数唔用用来分出来，哎呦，所以上帝评审先生，请给分。看那个了主嘅表演，哎呦，15分，做得得到那个奖金啦，哎呦。6000球嘞，团长，你要怎么分？你又在干嘛？哎，我觉得他那个杨弟弟，他是会出馊主意的那一种人。哦，你来问一下副团长，我用白银分。全部给我好了。你要独吞就对了，哦。好，那等一下可以跟妈妈要开始慎选你的团员哈。好，做得得到那个奖金6000球。哎呀，哎呦，拿着分妈妈啦，先分妈妈啦。首先哦，现场的朋友，还有我哋的天使机的朋友，还有东道铁皮的陈奕迅的表演呢。唔过啦，唔第二题来表演，就夹听我哋乡亲同到飞来报名参加哦。唔错，报名专线伫两边，记不记？哎呦，今日什么我哋评审先生啊，还有天使机前面嘅跳前嘅朋友啊，什么大家乡亲同到飞，大家来相比。